4咧就係精神健康啦。咁我都 cut 走咗好多嘢㗎啦。第一，你一定要好清楚知道精神病係點嚟。當然啦，每一個年紀都有唔同嘅精神病嘅原因。嗱，由小學生已經開始出現精神病，青年人、成年人每個人都有啲唔同，但係共通嘅話都有啲可能性嘅。第一，生物影響啦，包括我哋話食咗啲毒品啦，係咪啊？失去咗控制能力啦，sorry嚇，毒品啦，失去咗控制能力啦，中樞神經受損啦，又或者佢本身係遺傳嘅，呢啲佢控制唔到嘅，爸爸媽媽本身係有抑鬱啊呢啲問題啦。咁當然佢自己本身可能患病都有啲可能嘅。咁但係心理嗰度可能佢面對咗好多問題啦。咁包括就係可能細個時候佢有啲照顧者對佢不信任嘅問題啦，即係對照顧者有啲不信任，係啦。咁所以佢就有呢啲問題啦。咁當然啦，壓力可以好多嘅。咁嗱，譬如自我健康概念唔健康啦，理想中嘅我太強啊，自我形象太低落啊，呢啲尤其是係喺威權專制型嘅家庭就特別多啦。咁嗱，每個人都有可能唔同嘅理由發生嘅，尤其是喺社會角度咧，可能小學生啦、中學生咧都會有唔同嘅一啲壓力元素嘅。咁讀書壓力可以係啦，爸爸媽媽嘅期望可以係啦。咁所以呢一啲位係啦，讀書壓力啊，社會期望啊，爸爸媽媽期望可以係啦。咁當然啦，如果本身你嘅社會係啦，啲窮人啊、污染啊都可能造成壓力啦，係啦，因為壓力可以係一啲環境因素㗎嘛。咁當然啦，社會啲疫情啊，呢啲都可能會造成一啲壓力咧，令到佢哋患病嘅。咁真係唔同年紀有唔同嘅需要啊。咁所以你睇清楚條題目嘅諗法啦。咁另外啦，抑鬱啦，咁抑鬱咧嗱，我哋有幾種病啦，你全部都知道精神障礙咧有好多款嘅，你要分到嘅。抑鬱咧係情緒持續低落啦，係啦，對事物冇興趣啦，係啦，我哋要分得清楚啦，抑鬱嘅情緒咧同抑鬱係有啲唔同㗎。抑鬱嘅情緒咧係好短暫，但係抑鬱嘅病咧其實係持續嘅，同埋咧抑鬱情緒咧即係可能有少唔開心啦，但係如果抑鬱病咧其實會影響晒成個生活嘅，係整體生活嘅。咁另外呢啲問題一直都好持續嘅喎，包括就係持續對日常生活冇興趣啦，持續失眠啦，食慾不振啦。嗱，呢個我講咗好多次，一次都夠㗎啦嚇。咁另外啦，焦慮病啦，廣泛性焦慮症。咁如果係恐懼症嘅，你留意係有3種嘅，生理、社會行為反應啦。咁呢啲你記一記咯喎，係啦，心跳加速，尤其是呼吸困難、死得人嘅恐懼症。心理裏邊明白呢啲係非理性嘅恐懼，但控制唔到。同埋行為就係佢走咗去咯，甚至會影響生活。即係我驚到嘅地步，我唔搭 lift 啦，我38樓我都要行樓梯啦，咁樣呢啲啦。咁而創傷後壓力症咧最明顯嘅回憶係不斷咁湧入腦海啦，同埋有啲神經過敏嘅表現啊，所以佢會好容易失眠啦，受到驚嚇啦呢啲嘅。咁精神分裂即係思覺失調咧，我哋知道佢會有妄想、思想混亂呢啲啦。另外認知障礙症佢哋會有啲認知能力出現問題啦，記憶受損嘅，冇一個自理能力嘅。咁咧，哇！精神障礙真係好少考得係咁多啦，但係我出咗條大題目，自己留意啦。